老師頭先嘅介紹。Hello，大家好，我係黃怡。大家聽到我講嘢嘛？即係我坐喺度啦，都我個樣冇乜特別吸引力嘅，所以咧大家專心睇 PowerPoint 同埋聽到我把聲就可以啦。今日好開心啦，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好中意嘅作家嘅一啲嘅創作背景啦，同埋咧其中一篇咧喺西西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呢本書入邊嘅同名短篇小説嘅故事。我知道咧，老師頭先講過咧，大家可能校本定係要睇呢一本書啊。我希望咧今日咧同大家嘅分享咧，除咗可以咧為大家對於呢一本書入邊嘅一啲作品，特別係呢一篇小説咧，有翻多啲嘅認識，喺大家嘅即係做功課嘅時候咧，可以幫助到大家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呢篇小説咧都係可以為我哋個人帶來好大嘅啟發嘅。無論係男仔啦、女仔啦、年輕人啦，定係老師啦，其實全部人咧都可以喺呢一個故事裏邊咧揾到好多同我哋自己關於自我啦、關於勇氣啦、關於愛啦呢一啲話題咧有關係嘅一啲啟發嘅。頭先老師都介紹過啦，我就不再重複太多內容啦。主要係我而家係會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中學裏面教創意寫作啦，亦都近年喺浸會大學嗰度有教人文及創作系嘅一啲本科同埋碩士學生。西西咧都係一個我常常咧會喺唔同課堂上面同同學仔分享嘅話題嚟嘅。同埋咧最近咧西西空間呢一個紀念西西嘅地方咧就開咗幕啦，亦都係開幕展嘅其中一個策展人。喺日常生活裏面有好多嘅工作咧都係同西西有關，所以咧能夠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西西嘅作品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事情。講下我自己同西西呢一個作家同埋佢作品嘅淵源啦。我第一次睇西西嘅作品嘅時候咧係喺中學，嗰陣時咧就應該比在座同學仔年輕一啲，有冇中一嘅同學仔喺度啊？應該冇啦，係嘛？係啦。我自己咧就係中一嘅時候咧喺學校一啲放咗學嘅創意寫作工作坊裏面咧，第一次睇到西西嘅作品。嗰陣時咧，我學校嘅中文科咧就非常之重視創意寫作，就會咧每年都邀請好多嘅香港年輕作家嚟到學校咧教唔同嘅創意寫作班，無論係小説啊、散文啊、新詩啊、編輯啊等等嘅課程都有得上。其中一位嘅導師咧就係香港一位好重要嘅小説家叫董啟章。佢就好中意咧帶我哋去睇好多唔同嘅香港啦或者係外地嘅一啲好厲害嘅文學作品。西西咧係其中一位我喺佢課堂上面認識嘅一位作家嚟嘅。我記得佢俾我嘅睇法就係咧，原來咧用一啲唔使查字典都睇得明白嘅字，都可以將啲古仔講得咁有趣嘅喎。特別係咧，例如話喺《浮城誌異》裏面啦，呢個古仔咧係好魔幻現實嘅。我哋平時喺中文科裏面寫作文，又唔可以寫英文啦，又唔可以寫口語啦，又唔可以寫錯別字啦，然之後呢啲文法又要啱晒啦。嗰個就係我哋通常考試作文嘅時候嘅規矩。但原來咧喺西西嘅手中，文字可以係一個好自由嘅創作工具，唔單止可以咧講一啲天馬行空嘅魔幻現實嘅故事，連超現實畫家馬格列特嘅畫都可以成為佢小説嘅講古仔嘅工具。嗰陣時我就開始好中意西西嘅作品啦，成日去圖書館抄嗰啲書嚟睇啦。像我寫呢一個女子呢一本書咧，亦都係嗰個時候喺課堂上面發現咗事，太精彩啦！之後咧就一路好多年之內咧都不停咁落去出嚟讀嘅一個小説。嗰陣先會發覺原來用一啲好簡單易明嘅文字，唔係好雕琢嘅嗰種雕花龍鳳嘅風格，都可以寫出個咁動人嘅關於愛情、關於自我嘅故事。一路帶住對於西西嘅喜愛咧，開始進行創意寫作啦，開始發表作品啦，後來成為作家啦，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非常之喜歡西西呢一位作家同埋佢嘅作品嘅。而咧又要出賣下自己個樣啦，雖然而家坐喺度，大家唔好對比到啦。喺大家望到嘅呢個左手邊嘅畫面咧，又比較年輕版本嘅我啦，個頭髮好唔一樣啦，眼鏡都唔一樣啦。嗰個時候咧係2011年。2011年發生咗咩事咧？就係咧香港嘅書展，通常喺暑假嘅時候發生㗎嘛，大家應該知道啦。嗰一年咧，書展嘅年度作家就揀咗西西。西西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低調嘅作家嚟嘅。西西咧係好少會出嚟公開演講啦，幾乎唔接受公開訪問啦，亦都唔會教寫作班啦。所以咧，身為一個 fans 咧，要見到自己嘅偶像咧係超級困難嘅。究竟係點樣追星成功嘅咧？嗰陣時咧就咧，我識得一啲西西嘅老朋友，即係一啲大前輩啦，文學圈裏面嘅大前輩。佢哋咧年輕嘅時候咧係讀
西西一齊辦文學雜誌啦，一齊交流文學啦。咁咧佢一路都好知道我喜歡西西，咁咧就得知道咧書展嗰年揾咗西西做年度作家，又邀請咗我去書展嗰度分享我作為一個喜歡閱讀西西嘅年輕人，到底喺佢嘅作品裏面揾到啲咩啟發嘅時候咧，呢啲嘅前輩就話：不如我帶你去後台，等你見下你嘅偶像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能夠咧第一次見到西西，然之後就帶咗一本《我城》俾佢簽名，都可以將自己著作送俾佢，咁非常非常之開心。咁然之後咧過咗好幾年之後咧，我就有幸成為咗西西嘅朋友啦，真係。咁啊，可以咧時不時去到佢位於土瓜灣嘅屋企嗰度一齊飲茶啦、玩紅啤啤啦。咁大家見到呢個2019年嘅時候咧，就係我嘅農曆新年去佢屋企拜年，然之後就一齊玩佢收藏嘅紅啤啤。咁又見到佢有啲全盒啊、有啲蘭花，非常之喜慶咁樣。而且嗰陣時係發生緊咩事咧？畫面裏面呢幾個年輕人係咩人嚟嘅咧？咁咧前面着住白色衫呢位美女咧，佢咧係黃嘉琪，咁佢咧而家係西西嘅一位年輕嘅研究者啦，亦都係應該樹仁大學嘅其中一位嘅協理副校長。如果冇記錯嘅話，講錯咗嘅話，唔好意思啦，嘉琪。咁咧後邊嗰個咧生得有啲似北極熊嘅嗰個男仔，係啦，呢位北極熊先生咧，佢叫做盧定章，咁佢係香港一位年輕作曲家嚟嘅。佢咧嗰陣時咧就同我一齊咧合作，將西西嘅《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同埋《感冒》呢兩篇小説改編成為粵語嘅室內歌劇，一個 chamber opera。咁呢個咧係世界上好少人做過嘅事情嚟嘅。聽講咧係包括我在內啦，世界上可能都係得5個人左右咧係有寫過粵語室內歌劇嘅文本。而嗰陣時能夠將西西呢兩個咁出名嘅小説改編成為歌劇咧，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挑戰，但係都係西西對我哋好大嘅信任。咁所以就帶住呢一份嘅熱情咧，將呢個劇本寫咗出嚟，亦都咧喺香港藝術節嗰一度咧就做咗演出嘅。咁啊，講到西西咁可愛啦，咁啊不如播一個少少嘅短片俾大家親身聽下西西把聲先啦。因為頭先講過咧，西西係一個超級低調嘅人，咁係低調到咧好難得可以揾到佢嘅錄影同埋錄音嘅。而咧頭先講過咧，佢喺2011年嘅時候咧做書展嘅年度作家，咁所以咧香港嘅貿易發展局就為佢拍出一條簡單嘅短片，咁我哋就可以見到咧西西分享佢好喜歡嘅其中一啲創作嘅特質啦。西西原名張燕，出生於上海，50年代到香港定居。西西嘅筆名據講係象形文字，西就係象形嘅女子，雙腳企地上面嘅四方塔，西西就係叫飛機嘅意思。佢曾經因為乳癌入院手術後康復，但後來出現後遺症，導致右手失靈，改用左手寫作，並且以手製文學作為右手嘅物理治療。放夢之就係佢嘅近作，寫緊心得。一針一線手袍仔喺佢手上，《水滸傳》裏面嘅經典人物史進、楊志、時遷都變成穿上傳統服飾嘅熊仔，造型栩栩如生。啲中國人都唔識《水滸傳》，咁我可惜咯。不如我做啲公仔啊，或者佢哋睇完之後覺得得意咧，就會睇到好書，咁做楊志、青面神。我都幾中意佢嘅，佢哋嗰陣宋朝嗰啲人發配充軍，遇到要簽字嘅，佢嗰度就簽住咩發配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咁多個字，所以住嗰度都係着衫㗎嘛，着宋朝就，咁我可以做嗰啲中國嘅人物，全部着中國嘅衣服。每一個朝代揀一個人出嚟，做一套衫俾佢着住。西西嘅小説充滿實驗同先鋒精神，以形式探索描著，傾住佢對事物嘅細緻觀察同好奇嘅眼光。以電影手法同畫歷史演繹改寫，小説往往係隱喻城市嘅處境。呢種創作形式嘅探索，在西西60年代作品裏面已經開始呈現。佢用電影手法寫小説，到後來其他小説嘅春幕。
實比利時現實畫家嘅超現實畫，佢用嚟表達咗香港嘅現實。80年代處於中港即係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嗰個嘅立處嗰個穩定嘅嗰個處境，即係佢刻意咁唔讀嘅，將啲畫變咗做香港嘅處境嘅情況。香港係一個好成績，但係冇國籍又點咧？當時即係有冇啲好大膽但係好深嘅標準？即係原來城市可以做一個自己身份認同嘅對象，對城市嗰個變遷或者一個主體性起咗好大嘅作用。佢嘅作品既同香港命運緊扣，亦都不減對中國國土融合嘅關懷。咁即係西西度嘅興趣係好博雜，同埋好即係一個好有知識嘅人。我係用到係喺個小說，佢小說好多典故嘅，有時人啊詩經啊，人啊楚辭，佢喺九年左右，佢好善用啲古語，人喺呢個詩經，咁啊係亂插喎，你見到佢同文本對應。潘國靈認為，西西唔單止着力探索作品嘅表現形式，亦都重視內容。寫作差唔多半個世紀，好似嘅係佢對世界、對人生、對文學一份濃厚嘅關懷。睇一啲電視劇、節目，覺得佢哋就係絕滅嘅。嗱喺度北極熊啦嚇，10幾年又變咗絕滅。大猩猩、黑猩猩，所有啲魚咧都係絕滅。我哋啲親戚嚟㗎嘛，近親嚟㗎嘛。嗰啲黑猩猩同我哋人類相似係90%，所以係冇咗之後，我成全世界而家都講你教我們認識花，用眼睛看，用地址問。你告訴我們關於花學、花冠、紅蕊和雌蕊。從西西嘅文字裏邊咧，佢認識到文字嘅花嘅奇詭同埋好美麗。咁以一小段咧嚟到向西西致敬。咁你頭先睇到呢一個咁簡單嘅短片啊，聽到西西把聲啦，見到佢介紹佢自己仿製嘅熊仔啦，同埋猿猴啦，見到佢對呢個世界真係好關心，亦都好有童真。咁但係其實咧，佢對於呢個世界嘅關懷咧，係可以去到好深入嘅。對於一啲可能係比較嚴肅嘅話題啦，關於生死啦，關於自我啦、愛情啦，都有相當嘅涉獵。咁西西佢其實咧係一個無論係喺香港啦，定係海外咧，都獲得好多人去讚許啦，同埋認可嘅一位作家嚟嘅。咁攞過嘅獎係非常之多，包括台灣嘅呢一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嘅普遍獎啦，美國嘅紐曼樓語文學獎啦，咁香港嘅紅樓夢獎係一個長篇小說獎嚟嘅，咁嘅專家推薦獎啦。2019年咧就攞到呢個禪文學獎，係瑞典頒俾佢嘅。朋友咧後來攞埋香港藝術發展獎嘅終身成就獎。咁呢一啲嘅獎項咧，都係其中一啲俾我哋見到咧，佢喺呢個文學世界裏面嘅地位係有幾崇高啦。咁同埋咧，對於學生嚟講咧，我諗佢嘅作品咧都係唔同嘅年代咧都影響咗大家嘅。咁西西本身自己咧，其實咧喺退休之前咧，做咗好多年嘅小學中文教師。咁咧佢自己嘅作品裏面咧，好多時咧都會關注到一個關於校園生活啊，關於師生關係啊，關於年輕人嘅一啲話題啦。而佢嘅一啲作品咧，都曾經咧係喺唔同嘅年代咧進入過香港嘅一啲中文科嘅指定文本裏面嘅。咁可能同學仔有睇過啦，有篇散文叫做《店鋪》，咁呢篇嘅散文就好出名地咧，係好多年代嘅香港嘅學生都喺中文科面讀過啦。咁短篇小説本亦都係嘅，大家如果你已經偷步睇晒本《像我這一個女子》呢本小説集咧，係會見到裏面有本呢一篇嘅小説，裏面都提到一個女子咧係曾經做過教師，然之後提早退休。咁呢個女子同自己西西自己嘅身形咧，其實有啲相近，因為西西咧亦都係咧相當年輕嘅時候咧就提早退休，咁咧就唔再教書，專心寫作，然之後一生人咧係寫咗超過50本書。咁呢個係非常之厲害嘅，我諗大家想象下自己要寫一本書，可能喺10年你差唔多寫完一本啦。但係西西咧80幾年嘅人生裏面咧，寫咗50幾本書，咁呢個數量咧係非常非常之厲害，而且佢裏面嘅質素都係非常非常之高。佢嘅作品咧係啟發咗無數嘅讀者啦、作家啦、藝術家啦，好似我哋頭先嘅短片裏面睇到嘅潘國靈啦，都係其中一位受佢好大影響嘅作家嚟嘅。咁
而西西嘅作品咧，亦都曾經獲改編成為電視劇啦、歌劇啦、舞台劇啦、繪本等等嘅唔同藝術形式。咁就算唔係作家，都可以咧由西西嘅作品之中咧獲得啟發，然之後咧就進行自己嘅創作嘅。咁我哋今日主要咧就會講像我這一個女子呢一篇嘅短篇小説。呢篇嘅短篇小説咧，亦都係成日俾人攞嚟改編做唔同嘅表演藝術形式啦。比如話，我哋可以見到咧，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咧，曾經將呢個小説改編成為一個電視劇啦，就放咗喺文學家族裏面啦，小説家族裏邊。咁然之後咧，頭先俾大家睇過生得有似北極熊嘅嗰位盧定姜先生啦，係啦。咁啊 Daniel 咧，佢咧就曾經將呢一個嘅故事咧改編成為英文嘅室內歌劇，亦都同埋一齊合作咧，將佢同埋感冒呢兩個小説咧一齊改編咗成為兩個女子呢一個嘅粵語室內歌劇。咁可以見到咧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故事嚟㗎。咁咧呢一個嘅短篇小説咧係1982年嘅時候發表，咁佢哋而家咧都已經40幾年啦。咁呢個小説咧係喺台灣發表完之後咧，係獲得呢一個聯合報第8屆小説獎嘅聯副短篇小説推薦獎，係一個非常之厲害嘅殊榮嚟嘅。而咧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形象就係咧，或者大家有冇聽過像我這呢一個什麼什麼嘅呢句句式啦？呢句句式咧係真係啟發自西西嘅呢個短篇小説。呢個句子咧係成日俾唔同嘅人咧掛喺嘴邊嘅，即可能係像我這呢一個 Chihuahua fans 啊，或者像我這樣呢一個乜嘢乜嘢咁樣。呢個句式咧由呢個小説到嚟，亦都係咧一路影響住各地嘅文青都好中意用嘅一句句子。咁呢個小説點解咁吸引人咧？我覺得對我嚟講咧，佢嗰個寫作嘅手法其實係好犀利嘅。如果大家有已經睇過呢個小説，你會知道咧，佢成篇都係咧個女主角第一人稱嘅內心獨白，透過佢不停喺度憶述緊個往事啦，去諗下當下佢期待緊嘅事情，佢擔心緊嘅事情，到底會點樣發展落去，而最終咧俾一個開放式嘅結局，令到我哋唔知道最終會發生咩事咧。其實呢個小説係用咗呢啲咁得意嘅手法，一齊去探索乜嘢係愛情，或者愛情裏面嘅勇氣應該係點樣嘅。以及呢一啲關於社會嘅禁忌啊，或者點樣喺社會裏面堅持自我等等嘅主題。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透過一啲文本嘅一啲段落啦，同埋咧大家手上面工作紙裡面嘅嗰一篇評論文章，一齊咧去認識多啲關於呢篇小説裏面一啲咧我哋可以用嚟分析佢嘅一啲主題嘅。咁啊，大家手上面嘅嗰個工作紙裏面嗰篇文章咧，就係西西一位多年嚟嘅好朋友啦，亦都係作家同埋文學評論家何福仁先生嘅一篇評論文章。呢篇文章叫做《像他們這樣的兩個女子》，去釋論一番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同埋感冒入邊嗰個我嘅身份。咁我覺得呢篇文章咧係好精彩嘅，因為咧我哋睇呢篇文章就會知道咧，西西其實係咧喺相隔1個月嘅時間裏面咧，就同時發表咗《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同埋《感冒》呢兩篇小説。好多評論家咧都當佢哋係姊妹作嚟嘅。我呢陣間會講多少少點解係姊妹作，咁有少少好似 crossover 咁嘅感覺嘅。而呢一個嘅評論咧係好幫助到我哋認識呢兩篇小説。咁所以如果同學仔咧做校本評核嘅時候，想討論關於呢兩篇小説嘅話咧，呢一篇嘅評論文章咧係好幫助到大家去認識佢嘅。咁啊，呢一篇文章咧俾咗我哋嘅其中一個啟發就係話，點解西西無端端會開始走去寫一個關於死人化妝師嘅故事咧？咁咧何生咧就話咧，佢見到呢件事情發生啦，就話咧好多年之前咧有一個朋友同西西傾偈，就問佢啊，點解唔見西西你寫愛情小説嘅？即係你寫咁多唔同嘅嘢，比如話咧喺《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呢本短篇小説集裏面，佢有寫到關於老師提早退休之後去反思翻自己喺世界上面應該做過點嘅人嘅嗰個本嘅短篇小説啦，又或者係《如枝雕塑》呢個好浪漫但係其實好哀傷嘅故事，講一對嘅有兩個人一齊喺沙灘上面散步討論藝術嘅時候，見到有魚嘅雕塑喺海灘上面嘅時候，令到其中一方開始喊起上嚟嘅古仔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其他非常精彩嘅小説，但係又好似好少見西西寫愛情喎。咁於是就有人問佢呢樣嘢咧，西西就話咁寫啦。咁所以佢就寫咗《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後來又寫咗《感冒》。咁原來作家咧嗰個啟發可以係咁樣，就身邊嘅朋友咧同你講兩句説話咧，就忽然間諗緊係喎，點解唔寫咧？咁至於西西自己
自己又點樣講佢寫呢個小説嘅開端呢？咁咧有幾本書咧就成為咗一套嘅呢一套書，叫做《西西研究資料》，咁係非常之重嘅。我哋收到呢套書嘅時候咧，係5公斤咁重嘅呢一套書。咁呢套書裏面咧收藏咗好多評論西西嘅文章。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認識任何關於西西嘅作品，都可以試下去圖書館或者去書店抄一抄呢一套書，睇下裏面咧有冇相關嘅評論文章收藏喺裏面。咁我抄呢套書嘅時候咧，就發覺裏面收錄咗一篇西西嘅訪問。個記者又係問西西啊，點解你會寫像我這呢個女子嘅？咁西西咧就講咗個好得意嘅故事啦。我嗰時都唔知，我睇到呢個訪問先知。佢話咧，原來咧西西嘅爸爸喺佢30幾歲嘅時候過身。咁嗰陣時咧，嚟幫西西嘅爸爸做死人化妝嘅嗰一個化妝師咧，係西西屋企一個遠房親戚，而且咧係一個女子，係一個好出名嘅入殮師，而且好有趣。呢個人咧唔收徒弟，淨係教自己嘅親人，仲要淨係教嗰啲咧乜都唔驚嘅女孩子承繼佢嘅衣缽，成為入殮師。咁如果大家已經睇過小説嘅原著，喂，咁熟口面嘅，點解咁似小説裏面嘅兒婚姑母嘅？咁咧可能就由呢度開始咧，西西就覺得好得意喎！呢個現實中嘅死人化妝師，咁我不如就寫呢個小説啦。咁啊，原來真係現實生活中西西見過一個咁似兒婚姑母嘅人，佢就想將佢變成一個小説人物。而且咧頭先講過啦，係有人問過西西點解你哋寫小説係唔寫愛情故事咧？咁西西就好似作為回應咁講，佢寫過俾你睇咯咁樣。咁啊，但係西西嘅愛情小説咧，又唔係一般嘅愛情小説，唔係嗰啲好純粹嘅甜蜜嘅小説，講到愛情好偉大咁樣。西西想探討嘅嗰種愛情咧，係比較普通人嘅，係講一種可能唔會有快樂嘅結局嘅愛情。佢想講嘅係咩咧？佢話：我要説的是，你們都説愛情，可是真的得到愛情，可能很恐怖，或者遇到死亡就會放棄。咁所以像我這呢個女子咧，除咗係關於死人化妝師呢個咁獵奇嘅行業咧，其實都係探討緊到底愛情可以有幾多種唔同嘅模樣。佢可唔可以有一種愛情係需要挑戰到裏面啲戀人面對死亡嘅時候所需要嘅勇氣咧？咁啊，大家如果手上面有書咧，都可以揭住嚟睇啦。如果冇咧，就可以望一望個框框。我幫大家剪輯咗一啲咧，我覺得好精彩嘅選段，幫大家咧回憶一下，到底呢個小説係講咩？咁小説嘅開頭咧，嗰一段咧係非常之出名。頭先講過像我這呢一個乜乜乜乜呢句句式咧，係好多人會不停咁攞嚟套用喺唔同嘅地方噶嘛。呢一句句子咧，唔單止係個小説嘅標題，亦都係個小説嘅第一句。佢第一句咧就已經係派出我哋嘅女主角呢個死人化妝師出嚟咧，講出一句好似好哀傷、好自卑嘅説話。佢話：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和任何人戀愛的。咁樣好似為自己攞咗個定論，但係咧佢就開始介紹佢嘅男朋友阿夏出嚟俾大家認識啦。佢話：雖然我係一個好似唔適合同人拍拖嘅人，但係我真係有個咁好嘅男朋友，而且咧我係好似俾命運作弄咁樣，我真係非常之中意佢。對於呢一個女子嚟講，佢點樣知道自己中意阿夏咧？佢話：聽人家説，當你真的喜歡一個人，只要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隨意的一個微笑，你也會忽然地感到魂飛魄散。對於夏，我的感覺正是這樣。咁我點解無端端加咗魂飛魄散呢個詞呢？咁啊，大家試下咧想像一下魂飛魄散，如果叫你作一個例句，你可能會講係話：哇！我真係好中意呢個男仔，中意到咧即係三魂唔見七魄啊！即係你係咁跌晒啲銀包啊，整唔見面啊！我真係好中意佢，搞到自己都冇失身咁樣。但係其實咧，你同時都可以作另一句例句，就係話咧，我頭先可能喺課室撞鬼，然之後嚇到我魂飛魄散。咁其實魂飛魄散呢個字咧，除咗可以用喺嗰一種好似喺戀愛裏面嗰種飄飄然成頭得粉紅色泡泡嘅嗰一種心情之外咧，亦都可以係俾人嚇到魂不守舍嘅呢個狀況。所以西西其實默默地咧埋藏咗一啲咁樣嘅文字遊戲喺度，俾我哋見到咧，原來愛情係可以有兩面嘅，佢可以好甜蜜，但係都可以好得人驚。
女子做乜嘢咧？呢個女子咧喺成個小説進行緊嘅期間，都坐咗喺間咖啡廳裏邊。佢要做咩咧？就係佢應承咗要帶佢男朋友阿夏去睇佢工作嘅地方，因為原來一路以嚟佢男朋友咧都誤會咗一樣嘢。個男朋友一路都以為我哋嘅女主角咧係一個新娘化妝師。咁啊大鑊啦！咁始終都係要揭露呢一個真相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女主角就好憂愁咁坐喺個咖啡廳等男朋友嚟。佢開始一路喺度等緊佢嚟嘅時候，就諗翻起以前有冇啲類似嘅經驗，係要向人解釋自己嘅職業咧。其實有喎，佢曾經好認真咁向佢嘅朋友糾正過佢哋唔好意思啊，我唔係幫活人化妝㗎，你哋誤會咗啦，我其實係一個死人化妝師啊。咁但係咧，佢咁樣向佢啲好朋友講嘅時候咧，佢話：我的誠實使我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朋友，是他們害怕了，彷彿坐在他們對面喝着咖啡的我，竟也是他們心目中恐懼的幽靈了。咁啊，好多人驚喎！大家想像一下，即係連朋友都唔能夠接受你嘅時候，男朋友呢啲更加親密嘅人，可能未來要同你廝守一世嘅人，到底能唔能夠接受你呢？呢個咧就好似令人覺得一個好卑微嘅、冇乜希望嘅開端，令到我哋咧帶住一個愁雲慘霧嘅心態咧，可以進入咗呢個像我這呢個女子呢個小説啦。咁啊，而且唔單止係我哋呢位女主角曾經因為自己職業嚇走朋友，而佢嘅師傅，即係頭先講過啦，帶佢入行嘅兒婚姑母，都有個非常之類似嘅經驗。頭先我哋講過咧，西西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咧，佢寫呢個小説嘅時候係因為佢生命裏面佢嘅親人之中真係有一個女性嘅化妝師，佢咧就唔收徒弟，淨係教佢親人裏面嗰啲乜都唔驚嘅女仔做死人化妝師。咁咧喺像我這呢個女子裏面咧，都有個咁嘅角色，叫做兒婚姑母。兒婚姑母咧帶我哋嘅女主角入行嘅，而兒婚姑母咧亦都係一個乜都唔驚嘅人。兒婚姑母咧都曾經有過一個好愛佢嘅男朋友。有一日咧，兒婚姑母咧就帶住佢男朋友走去佢工作嘅地方，俾佢睇嗰啲佢服務嘅對象。然之後咧，呢一個男朋友咧就嚇到真係走夾唔唞啦，失魂落魄咁樣，大嗌住打開晒所有門，頭都唔會咁樣就走晒，仲不停咁樣大嗌，以後都冇再見過佢啦。而令人哀傷嘅係咩咧？呢個男仔咧係曾經好愛兒婚姑母，願意為佢做所有嘅事情，而且咧係發過誓，無論點都唔會離棄兒婚姑母，一定會白頭到老，佢哋嘅愛情至死不渝。我藍色 highlight 出嚟嘅呢一段説話咧，彷彿係一個結婚嘅時候嘅誓約。呢個咁樣嘅男仔咁細神劈願話點都唔會離棄兒婚姑母，但係只要見到兒婚姑母真正工作嘅地方咧，就嚇到魂飛魄散啦，就大嗌住推開所有嘅門，就失魂落魄咁係咁走出去。從此之後咧，兒婚姑母就再冇見過佢。咁啊，我哋聽住呢個嘅女主角憶述到嚟呢度，咪都戥佢擔心啦，係咪啊？自己向朋友講過自己嘅職業，就嚇走晒啲朋友。同佢一齊做同一個行業，帶佢入行嘅兒婚姑母，帶過男朋友去睇自己嘅職業，嚇到個男朋友走夾唔唞，從此就冇再見過佢。似乎咁樣推斷落去，我哋嘅女主角今日都係要失戀嘅喎。咁但係呢個嘅女主角同兒婚姑母一樣咧，係冇選擇放棄自己嘅職業。佢諗翻轉頭咧，兒婚姑母同佢都係死人化妝師，都好孤獨咁樣工作。兒婚姑母唯一嘅願望係乜嘢咧？就係自己嘅徒弟，即係我哋嘅女主角咧，會可以喺兒婚姑母過身之後親自為佢化妝。而女主角，我哋嘅死人化妝師咧，佢唯一嘅願望就係咧將自己嘅技藝練到最好，可以創造出最溫柔嘅死者。咁但係咧，佢好意識到咧，呢一項工作咧係唔會有人讚佢嘅。佢話咧，世界上所有都冇意義嘅。如果我創造了最安詳嘅死者，我難道希望得到獎賞？個死者唔會讚我啦，啲家屬唔會識得睇得出我花咗啲咩心機，亦都唔會有人頒個獎俾我，唔會為我開研討會。我做嘅嘢咧係寂寞孤獨嘅，冇對手，冇觀眾，亦都冇掌聲。但係呢個主角佢好安於佢嘅工作，
佢話咧，當佢自己做嘢嘅時候，室外冇其他嘅活人，佢淨係聽住自己嘅呼吸，佢聽到自己嘅心聲更加之響亮。佢好清楚知道呢一份工作係佢自我實現嘅一個重要部分，而佢覺得呢一樣嘢咧係非常非常之偉大，佢好中意呢個工作。佢話佢去到小説嘅後邊咧，佢話佢冇向到佢嘅男朋友下解釋佢嘅工作咧，可能都係對佢一個考驗嚟，因為佢想親自去觀察一下呢個男仔見到佢工作嘅物件嘅時候嘅真實反應。如果佢驚，咁就由佢驚啦。我唔會嘗試改變我嘅男朋友啦，我唔會嘗試改變我嘅職業啦。我最後拒絕改變，要改的是社會的偏見。喺愛情面前，佢始終都係要堅守翻佢嘅自我，佢要捍衛翻自己覺得重要嘅工作。咁所以呢，到底呢一個嘅男朋友會唔會走咗去呢？咁啊，呢個係一個小説開放性嘅結局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劇照嚟嘅。咁就係我之前咧就將像我這一個女子同埋感冒改編成為室內歌劇嘅時候咧，扮演下呢個拎住花嚟揾我哋嘅女主角死人化妝師嘅嗰個結局嘅一幕。咁啊，男朋友就好似乜都唔知咁啦，而後邊嘅嗰一位女子咧就好似好開心咁樣準備迎接佢嘅命運啦。咁啊，呢個小説關於死人化妝師，其實佢有啲乜嘢特別嘅中心思想喺呢個咁精彩嘅小説裏面俾我哋見到咧？咁啊，何福仁喺大家手上面嘅嗰一篇《像他們這樣的兩個女子》裏面咧，提到咗第一點啦，就係關於愛情同埋勇氣。何生咧就覺得呢一個女主角咧聲稱自己唔適宜同任何人談戀愛嘅呢一個觀點咧，係淨係佢一開始嘅時候嘅想法。去到個小説嘅結局咧，佢又再講多次話，好似我啲咁嘅女人咧係唔適合同人戀愛㗎啦。但係其實嗰個含義已經唔同咗，佢唔係怪責緊自己，佢話自己適唔適合戀愛咧，唔係自己嘅問題，而係對方嘅問題。要睇下個男仔有冇勇氣，唔係睇下我嘅職業係咪死人化妝師。咁喺呢個咧就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寫作手法啦。頭先講過成個小説都係用第一人稱去進行內心獨白，我哋好容易咧就會代入咗講緊説話嘅呢個女主角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佢身為主角，我哋會好想支持佢，好想理解佢、明白佢，見到佢有快樂嘅結果。而喺小説裏面咧，多次咁樣重複，好似我咁嘅女仔係唔適合同任何人談戀愛嘅呢句説話，不停咁樣重複。但係咧，去到小説嘅後段，原來個意義係有變到咧。我哋可以見到原來呢一個嘅女子喺成個小説嘅過程裏面，不停咁進行個人嘅反省，最終係有所成長、有所改變嘅。而第二個中心思想咧，都係好顯而易見嘅啦，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咧，呢個女子喺面對個社會嘅歧視嘅時候咧，係好不亢不卑咁樣堅持自我。呢一段咧喺小説裏面咧，我非常非常之中意。呢個女子咧喺形容自己嘅工作嘅時候，佢話：像我們這樣的工作，整個城市的人，誰不需要我們的幫助呢？不管是什麼人，窮的還是富的，大官還是乞丐，只要命運的手把他們帶領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就是他們最終的安慰。咁呢個其實一個好偉大嘅宣言嚟嘅喎，即係我哋咧細細個咧，如果學校嘅老師有叫你哋寫個我的志願咁樣嘅嗰個作品啦，可能大家會作一啲嘅志願係希望貢獻社會嘅，服務大家嘅，可能就係消防員救火或者醫生救人咁樣。咁死人化妝師其實都係服務社會嘅一個職業嚟嘅喎，人有生就會有死，大家人生中最終都係會需要入殮師嘅幫忙。無論你係有錢定係冇錢嘅人，無論你生前係一個身家好顯赫嘅大官，定係你一個冇人識得嘅乞丐都好，只要你係一個需要服務嘅人，死人化妝師都會幫助你。咁對於呢個主角嚟講，佢嘅工作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喎。咁何福仁咧喺大家手上嘅文章裏面都有講過啦，佢咧認定咗自己嘅工作係好有價值，係對於生命嘅禮敬，而且佢唔想呃人。佢唔想呃住個男朋友一世，佢好誠實咁，想俾個男朋友親身見到自己嘅工作係點樣，同埋佢當愛係一個考驗。如果男朋友驚，就由佢啦，唔勉強佢啦。佢喺呢個過程裏面，佢揾到自我，
唔會覺得咧係任何人係高於佢，亦都唔會覺得自己咧係低於其他人，亦都唔覺得自己係叻過晒所有人。佢係覺得我不亢不卑，我就係一個做有意義嘅事情嘅人。我唔輸蝕俾其他人，但我唔會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咁呢一種嘅態度咧，喺呢個小説裏面咧係相當之明顯，可以俾我哋解讀到出嚟嘅。第三個嘅中心思想咧，對於我作為一個女仔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有啟發嘅事情。就係呢個小説咧講咗啲關於女性嘅獨立自主嘅一個睇法。頭先講過咧，呢個小説咧係1982年嘅時候發表嘅。咁啊，大家想想40年前嘅香港社會嘅風氣咧，同而家當然好唔一樣啦。40年前嘅香港對於死亡嘅禁忌比而家更加嚴重啦，而且嗰個年代咧依然係好期望每一個女仔都要嫁出去，而且咧好多時咧係會覺得女仔咧係要靠男人去養佢哋嘅。咁咧，但係喺呢個小説裏面咧，我哋見到兒婚姑母咧，好似係玩呢一套遊戲規則嘅。兒婚姑母咧帶小説嘅女主角入行嘅時候，佢同佢講：從今以後，你將不愁衣食了，你也不必像其別的女子那般，要靠別的人來養活你了。咁呢個其實係話咗俾我哋聽，喺嗰個年代，兒婚姑母已經覺得，只要有咗手藝，小説嘅女主角就唔需要再依靠任何人啦，佢可以有自己嘅經濟能力去養活自己。而且呢個兒婚姑母咧，喺為一啲嘅私人化妝嘅時候咧，都曾經評論過。佢咧係好睇唔起一啲為咗名義上面做孝順女兒而隨便嫁俾一啲唔中意自己嘅人，或者拋棄心愛嘅人嘅懦弱嘅女子嘅。兒婚姑母咧就會覺得好多嘅女子可能為咗報恩或者為咗認命咧，都將自己無助咁樣交喺命運嘅手中，彷彿他們並不是一個活生生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而是一件件商品。咁睇嘅時候咧，其實係佢反省緊到咧女子喺個社會上面啦，特別係喺男女關係之上，到底女子應該係有自己嘅諗法啦，定係應該要聽其他人講嘢咧？女子係咪一定要嫁出去咧？女子係咪一定要依靠其他人嚟養咧？究竟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咧？咁呢一個小説咧，對於好多關注性別議題嘅人嚟講咧，都會從呢一個角度去進行分析嘅。咁咧，我哋又翻去個小説嘅原文嗰度睇下小説嘅結局係點樣寫㗎啦。頭先講過咧，個小説成個故仔都係發生於女主角喺咖啡廳裏面等男朋友嚟嘅時間。咁呢個咧男朋友嚟緊之前咧，呢個女仔喺度諗啊，其實我對於個男仔係咪要求過高咧？點解我要求一個人愛我就唔驚死亡咧？可能兩件事都唔一樣㗎喎。佢會覺得唔緊要啦。如果我真係嚇走咗我嘅男朋友嘅話，我會離開呢一度，翻去我做嘢嘅地方。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人叫做夏，而他也將忘記曾經認識過一個女子。我哋可以見到咧，佢係唔想俾個男朋友打擾佢嘅人生軌跡。如果個男朋友唔願意因為佢嘅工作而留低嘅話，咁不如就由佢去啦。我會繼續留喺我嘅職業裏面。而最終呢個好凄美嘅結局咧，就係呢個男朋友終於出場啦。呢個男朋友咧好開心，好陽光，而且佢拎住一紮好大紮嘅花嚟揾佢嘅女朋友。咁啊，在座嘅女士們都應該明白呢間個浪漫嘅體驗啦。男士們就可能覺得哇，仲壞規矩喎，佢可以買咁大粒花嘅咩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女主角見到嘅時候咧，佢又嘆咗一次啦。哎呀，像我這樣呢一個女子，其實是不宜和任何人戀愛的。夏帶進咖啡室來的一束巨大的花束，是非常非常美麗的。她是快樂的，而我心憂傷。她是不知道的，在我們這個行業之中，花朵就是訣別的意思。咁個小説咧就喺呢度完咗。我哋冇見到男朋友同我哋嘅女主角一齊行入去佢工作嘅地方。我哋唔知道個男朋友係留低定係嚇到走咗佬，好似兒婚姑母以前嘅男朋友咁樣。但係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知道，因為咧呢個開放性嘅結局咧，俾我哋有好多詮釋嘅空間。我哋可以自己去想像，到底阿夏會留低定係會走出去咧？而且我哋甚至咧係唔需要知道結局都好，
我哋都已經有一個嘅收尾嘅感覺，就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呢個女主角咧係好相信自己嘅職業有意義，佢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會留喺自己嘅生命軌跡裏邊，咁樣就足以令到我哋作為讀者接受呢個故事咧，已經係可以喺呢個地方畫呢個句號啦。所以咧就令到我哋今日會討論嘅第4點，亦都係最後一個小説嘅中心思想啦。就係呢個小説咧，其實係對愛情同埋生命咧抱有希望。雖然咧好似好灰咁樣，不停咁話，我啲咁樣嘅女仔咧就唔適合同人拍拖㗎啦。但係其實何福仁先生咧喺大家手上面嘅文章裏面都有講過，個小説嘅結局咧睇落好似唔樂觀，但係又有邊個真係知道結局係點咧？兒婚姑母呢一個咧帶佢成為殯儀化妝師嘅人講過，可能下唔驚咧，而且喺小説嘅最尾，我哋嘅女主角咧先會話俾我哋聽一個關於佢父母嘅故事。我哋嘅女主角話俾我哋聽，原來佢嘅爸爸都係做死人化妝師嘅。後來佢嘅爸爸咧就娶咗佢嘅媽媽。當佢嘅爸爸打算同佢嘅媽媽結婚嘅時候，就問過呢個女人：你驚唔驚啊？但係佢嘅母親就話並不害怕。兒婚姑母話：我母親在她的記憶中是永生的，因為她這麼說過，因為愛，所以並不害怕。咁即係咧，即使我哋嘅女主角曾經因為自己職業嚇走晒啲朋友，兒婚姑母因為自己職業曾經嚇走自己嘅男朋友，呢啲好似一啲嘅例子話俾我哋聽，呢個開放性嘅結局應該會走向一個悲劇嘅收場。但係同時都有一個好強大嘅例子，就係女主角嘅爸爸媽媽都係一個死人化妝師同埋一個行外人結合，然之後因為愛所以唔害怕嘅一個正面例子。世界上真係有一啲唔驚死人化妝師嘅人喺愛情裏面充滿勇氣嘅喎。會唔會呢個阿夏都會因為愛所以唔害怕呢？而可能亦都可能啊。兒婚呢個諧音係適宜分手嘅分，亦都可以係適宜結婚嘅婚。咁呢一種雙重嘅可能性咧，就俾咗我哋一種希望嘅感覺。呢個咧雖然係一個睇落有啲灰嘅語調，但其實去到最尾咧，依然係有一線嘅希望，有一線嘅光明喺度。因為女主角嘅父母都曾經一啲都唔害怕。咁呢個小説咧，其實係好精彩、好精彩啦，為我哋帶嚟咗幾個好重要嘅中心思想啦。無論係關於女性嘅獨立自主啦，關於喺社會嘅禁忌面前依然係維持自我啦，或者對於愛情時候依然要抱有希望呢一樣嘢咧，都係喺小説裏面都做咗好精彩嘅探討。由小説講到嚟當下，我不如試下俾大家舉下手啊！唔一定係呢一套電影嘅，有冇同學仔睇過關於死人化妝師嘅電影，或者同殯儀啊、禮儀師啊、無言老師有關嘅有啊？乜舉下手啊？有睇過，都有幾位同學仔睇過喎。咁而家我哋而家嚟到2026年啦。頭先講過咧，西西寫呢篇小説嘅時候係1982年，嗰個時候咧死亡係非常之禁忌，所以咧唔一定會有呢一類型嘅嘢出現。呢一啲嘅探討生死議題啊、殯儀行業嘅電影啊、YouTuber 啊之類嘅東西咧，都係相對近年咧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容易見到嘅。而時間嚟到當下啦，過咗40年啦，而家大家好似冇咁驚死亡咯喎，又冇咁驚殯儀行業咯喎，所以先至會有電影會拍出嚟去講呢一啲背後嘅行業嘅故事啦。而咧，我亦都咧喺上網揾資料嘅時候咧，揾到有一個好得意嘅短片，就係咧原來而家嚟到呢一個年代，我哋已經冇咁禁忌到一個位咧，係會有死人化妝師願意上鏡話俾大家聽，自己咧係做一個點樣嘅工作嘅。咁咧，我咧就想播呢一段嘅短片俾大家去睇啦。咁咧，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訪問嚟嘅。咁事先俾少少心理準備大家啦。咁咧呢一位嘅死人化妝師咧，會介紹自己工作內容啦，可能會提到少少自己工作嘅時候嘅一啲見聞啊、一啲氣味啊等等嘅東西啦。咁但係咧裏面係冇屍體嘅，大家唔使擔心。係啦，有演員係啦，得演員嘅啫，全部咧出嘅人咧都係活生生嘅。
咁咧，我想大家咧睇呢個短片嘅時候咧，心裏面可以做啲咩事情咧？你可以睇下呢一個嘅真實嘅人物，同《像我這樣一個女子》裏面嘅女主角，同埋兒婚姑母有冇啲相似嘅心態，或者相似嘅經歷，同埋去諗下，如果西當年個社會氣氛都好似呢一個短片裏面講到咁樣嘅話，到底兒婚姑母同埋女主角仲使唔使咁驚自己男朋友會走咗去呢？現實中嘅殮房係好光猛、好乾淨，我覺得幾舒服。反而喺殮房入邊，我係覺得係。咁即係之前有啲化妝師都講，其實就好似開盲盒一樣，我哋真係唔會知道每一位先人嘅狀況係點樣嘅。殯儀業成日都會俾人一種好神秘嘅感覺。今集嘅記子，我哋就記錄咗呢位先人化妝師阿邦嘅入行經過。除咗化妝，佢哋仲要負責啲咩呢？而新手入行嘅人工又係點嘅呢？原來真係會窮到我做殯儀都會。5年前我係做緊零售業嘅，咁但係開始有陣時都會諗係咪我歡迎光臨咗一世咧？我要企喺個貨場嗰度，到底企到40幾歲、50幾歲？點解想入行？我諗最主要係2020年嗰陣時啦，因為我婆婆忽然之間走咗。嗰時咁啱我表姐佢有個朋友係殯儀從業員嚟嘅，即係佢係一個行街一個黃子華嘅角色啦。咁佢幫我婆婆辦後事嘅，辦得好好。咁成件事我覺得原來呢一個人係好重要。咁所以由嗰時開始我就更加覺得原來我好想去做呢一樣嘢，就一路揾緊方法點樣去入呢一行。我會一路好留意網上面嘅招聘啦，即係大大小小不論殮房又好，殯儀館又好，佢一有招聘咧，我就 send CV 過去啦。咁但係通常咧都係冇回音嘅，因為基於你係冇任何有關嘅經驗。咁原本我係好想做一個行街啦，咁所以我就喺 IG 度出咗 post 啦，有冇人可以介紹我可以做呢一樣嘢啊？咁跟住有一個人就 inbox 我，就係一個10幾年冇見嘅同事，佢就話你係咪真係有興趣先，我先介紹你。咁但係呢個 post 唔係行街喎，係一個先人化妝師，你有冇興趣先？咁我諗咗一諗，都係個機會啊，不如試咗先啦。我記得嗰次係有人俾咗師傅嘅電話我先嘅，咁然之後就 WhatsApp 同佢傾咗幾句，咁佢第一件事就係叫我 send 我張相俾佢睇先嘅，咁可能睇下我信唔信啊？我話好，咁嗰一日咁9點正朝頭早，咁師傅約咗我喺呢個萬國殯儀館地下嗰度等，咁見咗之後咧，佢就接咗我上去4樓嘅殮房，咁入到去咧就有8至10位先人啦，咁就已經喺個殮房嗰度噶啦。咁師傅都好快，佢就即時示範俾我知，幫一個先人化妝嘅 step 要係點樣做。咁首先第一步咧，佢哋要執型啊，咁就係要幫先人可能面上面清潔咗先啦。咁跟住就會開始幫佢哋嘅眼閉口貼啊，咁就自然好似安詳瞓覺咁樣。跟住先至再慢慢幫佢哋上妝嘅。咁佢示範咗一次俾我睇之後咧，佢就走過嚟之後，就剩翻我自己一個人喺個殮房嗰度。咁我諗佢係想試下我膽量啦，我估計啊。咁試完遺體化妝之後，嗰一晚我就喺度不斷咁樣諗。然之後第二日我翻工，我第一次辭職信，係有啲衝動嘅，係真係好衝動嘅呢個決定。我諗做咗1個星期左右，咁然之後就收到通知話，過去邊度，咁我哋要幫個先人換衫咁不嬲喺我認識當中，我係唔需要幫個先人換衫嘅嘛，因為有義工去做嘅嘛，同埋義工通常係男性嚟嘅嘛。咁但係嗰個係主人家要求嘅，佢要女性去幫個先人換衫，嗰個係女先人嚟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咁通常就要化妝師去補償啦。咁然之後就同另外一位化妝師人一邊一左右幫佢穿，由內衣內褲，跟住再慢慢幫佢穿翻好所有衫。
嗰個遺體嘅情況當然會好樂觀，咁同埋個顏色同一般嘅遺體都唔同，會係偏黃少少嘅，即係我估計可能係肝嘅病啦，咁啊導致到咁樣啦。咁當摸上個遺體嘅時候咧，就會係有少少濕粒粒嗰個感覺。咁我好記得嗰晚我本身約咗朋友食飯嘅，但係嗰晚我同我朋友講我唔想食肉約飯，嗰次係我第一次咯。會唔會有即係唔好嘅味道喺入邊？醫院殮房比較少啲嘅，唔算多嘅。咁但係公眾殮房就會澎湃啲。如果係真係出 job 去做嘅時候，我就會可能啲薄膏啊，會即係封住自己個鼻啊，噴多啲 spray 啊喺個口罩裏邊，或者唔好用個鼻去呼吸。因為之前睇嗰啲醫學片嗰啲醫生介紹就係話，可能用個口去做呼吸，盡量去令到自己聞到。我當化一個妝咁樣啦，咁電影裏邊嗰個角色就得9個字啦，搞掂俾你啦咁。咁現實中咧9個字就好耐嘅啦，已經可能係15分鐘，或者再短啲嘅時間，你已經要完成一個妝。電影裏邊會有個雪條棍擠喺私人呢個位置，即係令到佢個口可以合翻埋啦。咁我自己習慣就會係將個手指合剪完啲紙皮，頂住呢一個位，咁啊令到私人可以將個嘴巴可以合翻埋佢咯。咁其實我哋真係唔會知道每一位先人嘅狀況係點樣。咁即係之前有啲化妝師都會講，其實就好似開盲盒一樣。好記得嗰次係喺呢個域多利亞殮房，咁啊佢嗰個係做一單醫院出品嘅。咁跟住個同事講話，你呢個做唔到嘅，你應該乜都做唔到嘅啦，空中飛人嘅咁講。咁嗰次都係我第一次聽空中飛人嘅唱就佢哋行內自己咁樣講。佢話先人個樣扁晒嘅。咁入到去，原來真係乜都做唔到，即係隻眼都合埋嘅啦，已經冇辦法。咁啊，有好多血喺度啦。咁就算個口合唔到嘅啦，有嘗試過。咁但係講真，可能口部裏邊嘅嗰啲牙骨全部都碎晒，已經。我真係乜都幫唔到手。我最多可以就係盡量幫佢面上面嘅血跡，我抹得幾多得幾多。即係試過有一次喺一個兒童醫院啦，咁嗰次一行入去殮房，你會見到一張平時一樣咁大嘅屍床，但係裏邊淨係有一個幾個月大嘅 BB， 即係兩隻手仲拎住個玩具。其實嗰下我企喺個屍床嘅時候係，我停咗喺度，停咗可能10幾秒啦。咁甚至乎我試過幫一個靈學嘅家庭。咁佢哋有佢哋嘅習俗啦，即係雖然大部分其實我唔係好明佢哋講緊啲乜嘢，咁但係我知道佢哋想要我幫佢問邊，幫先人問邊，要幫佢戴晒一啲頸鏈，要幫佢油指甲，咁都可以做得到嘅，但係要時間咯，呢個真係。通常女性啦，咁啊點都會個口紅偏紅少少啦，可能係。但係男性就真係自然為主啦，尤其是一啲去到年紀比較大少少嘅公公伯伯啦，即係可能佢一生人裏邊都唔化妝，去到佢離世嗰陣時，你夾硬將啲粉底整喺個面上邊，咁其實一件好奇怪嘅事嚟嘅。咁我初初入行試過嘅，咁就係全部都係好一式一樣咁，都係咁樣做。咁直至到有一次有個家屬，佢真係真心俾我 feel 到，呢個唔係我爺爺嚟嘅咁樣。咁佢寧願我將化咗上去嘅可能遮瑕膏全部抹翻晒落嚟，但係唔靚嘅，講緊嗰個遺體嘅情況。但係佢話呢個先係我爺爺。你化妝嘅時候，你都要諗下家屬佢印象裏面嘅爺爺係點樣。咁所以而家我都會有一個習慣，就會係每一次為一個先人化妝嘅時候，我會去個禮堂嗰度，我睇下佢張相，佢生前到底個頭髮係點樣分界，或者佢個唇色、佢嘅膚色大概係點樣，我會留意一下先。每
本身覺得呢個行業咧都應該係揾到食嘅，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講緊㗎嘛，係咪？咁但係永遠揾唔到一個好實在嘅答案，因為好神秘呢個行業。我入行嗰陣時咧，30個人，原來真係會窮嘅喎，從畢業都會。咁啊，大部分嘅私人化妝師，我所認知都係自僱形式嘅佢哋，咁可能接一單 job 啦，個價錢可能都係圍繞300零蚊至到500蚊左右。競爭大唔大？如果化妝師估計咧，可能都係大概20幾30人，即係如果全職啊，純粹係一個私人化妝師，咁有陣時都有同其他化妝師即係可能吹下水傾下偈，即係其實呢一個行業咁獨特，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但係唔知點解個價錢就係一路維持喺呢個水平，甚至乎可能係越嚟越低。我好記得個頭嗰幾個月，我真係會自己都要喺4間嗰度自己貼錢返工嘅。後尾發覺真係唔掂啦，我諗維持咗半年啦呢一種生活，我就辭咗私人化妝師呢一個工作，咁跟住就去咗公立醫院嗰度做一個殮房職員。咁我哋最主要嘅職責就係、如果病房有先人離開咗嘅，咁我哋就會收到 call，咁然之後就會去上病房嗰度就接先人個遺體入去殮房嘅雪櫃裏邊，啲家屬嚟認領遺體，咁我哋嘅角色就係幫佢核對翻先人嗰個資料啦，咁啊喺個雪房嗰度拎翻遺體出嚟啦。我諗大半年時間多啲啦，嗰個工作就係每一日都係一樣嘅，真係冇乜挑戰嘅。咁咁啱以前可能有合作過嗰啲長生店嘅老闆，又同我傾下偈嘛，最近做成點啊咁傾下偈，跟住佢就收留我啦。咁我就去咗一間長生店嗰度做一個禮儀師嚟㗎，終於做到。咁我自己雖然而家長生店冇做，但係我會繼續係做埋私人化妝呢一 part。咁我哋都會幫私人去做穿衣啦，都會做。唔好怕同人講出你自己有咩諗法，因為通常我哋都話佢生前中意咩顏色啊，你幫佢揀翻啦，或者甚至乎用咩宗教嘅顏色啊，幫佢大字。原來大家都係冇一個共識嘅，即係就算我琴日我同我舅父自己食飯咁樣，即係我同佢講點解你哋死咗之後，你想點做啊？我都從冇諗過佢會記得答案就係我想入土為安，我冇諗過舅父係會咁樣，我完全諗住佢會係都係一個福音為上點咪算咯，通常都係咁，原來唔係，所以唔好怕問，亦都唔好怕講，對於死亡。你想點死啊？我想點死啊？咁我都講咗，我一定要將係啊，係啊，即係化妝真係好緊要嘅，係啊，一定要將係啦。咁我老闆娘都講咗㗎啦，就係得㗎啦，幫你揀咗一套男裝壽衣㗎啦，到時幫你着啦咁樣。佢哋都幫我劇好㗎啦。咁就算我哋入棺材度咧，亦都交代㗎啦，要印晒好多唔同啲貓嘅編喺上面，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貓嘅人嚟嘅。咁好傳統嗰啲棺木嗰啲就唔使幫我做㗎啦，突破啲係啦。因為發現真係一個好傳統嘅行業。我記得翻工冇幾多咧，咁我有一個前輩同我講，不如你留翻長啲頭髮啦咁樣。即係我又唔會話特登因為呢一個職業去改變我自己，我唔會咁樣做咯。咁點解唔調翻轉？不如試下個行業融入多啲唔同嘅人，我會咁樣諗。咁我亦都有諗過，就係如果有一日當我死咗之後，係咪真係要有個男人先幫我換衫咧？即係當我諗到呢一步，我就諗緊，其實係咪可以多啲女性都可以做到武功或者加入殯儀呢一個行業去做咧？或者有啲女性可能佢真係成世人都真係冇結婚冇特別，佢純粹係一個女性，咁係咪真係要去到最尾嗰一刻先至俾一個陌生人，仲要係異性嘅去接觸自己個身體咧？咁我覺得應該要有自己嘅選擇咯。如果有一句説話我後悔，你份工你覺得你做緊份咩工？我做緊呢份工係我希望一個人死得有尊嚴，係好好睇。
一個偷笑話，聽到話要自己 gel 頭。咁我哋可以見到咧，有好多西西喺像我這樣一個女子裏面提到嘅一啲諗法啦，或者情景咧，都喺頭先嘅訪問裏面有出現過。包括係咧，原來係個個人都能夠進入呢個行業啦，可能係要首先克服咗對於死亡嘅恐懼啦，或者頭先講過啦，身為一個女子，你會唔會想對於自己未來嘅嗰一個儀式有自己嘅諗法咧？好似移婚姑母咁樣指定要自己嘅徒弟呢個女性去為自己去做最後嘅裝扮咧？又或者係頭先我哋喺小說裏面咧都有睇過嘅一啲內容，即係講到話原來好多喺行內做死人化妝師嘅人會覺得自己嘅職業其實係為先人帶嚟尊嚴嘅，係有要求嘅，要研究翻個先人本身係中意梳點樣嘅髮型，或者平時嘅模樣係點樣樣。而即係其實咧喺呢啲地方裏面咧，我哋可以見到西西嘅嗰一個小說，雖然係寫於40年前，但係佢裏面咧係捕捉咗好多唔會過時嘅關於對於生死啦、對於性別啦、對於自己嘅職業嘅尊重啦、自己嘅自豪感啦，呢一啲嘅題目咧，其實到今時今日我哋睇翻，都係會喺一個真正嘅死人化妝師身上面見到。當然有一啲嘅場景可能而家唔同咗啦，例如話咧喺小說裏面，我哋嘅女主角中意着素白嘅衣服，但係咧呢位嘅死人化妝師中意着黑衫，又或者係咧嗰個時候移婚姑母話：你有咗呢盤手藝就唔使驚不愁衣食㗎啦，你嚟到呢度咧就話唔得啦，新世一行咧真係生存唔到，我要轉工咁樣。咁除咗呢一啲環境上嘅轉變之外，核心嗰啲關於人性嘅部分咧，其實西西係可以幫我哋保留咗好多唔會過時嘅對於人性嘅探討。咁嚟到今時今日啦，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好似我哋短片裏面睇到禁白同禁忌咧？我哋講過話咧，有啲同學仔都有睇過同死亡嘅行業有關嘅電影，可能係例如《獅子奏鳴曲》啊，或者係一啲同無言老師呢啲有關嘅紀錄片啊，甚至係可能係破地獄啊呢啲比較近期嘅電影，好似成個社會都唔驚。但我哋睇下畫面嘅另外一邊，其實我哋骨子裏可能仲有啲禁忌嘅喎，即係可能話我哋仲會罩嘅一啲單位曾經死過人，就叫佢做兇宅。然之後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網上媒體問你夠唔夠膽住兇宅啊？如果佢個房租好平嘅話，又或者係咧骨灰龕位無論咧要放喺邊一個地區，都好多人反對，覺得唔吉利，覺得好陰險。咁呢一啲嘅禁忌其實唔係話消失咗，唔係停留咗喺西西80年代寫像或者呢個女子嘅時候已經唔再存在，會唔會只不過係轉咗入去一啲再刁鑽一啲、再低調一啲嘅地方咧？另外一個有趣嘅例子就係啦，如果我哋都仲係唔罩忌嘅話，咁點解仲會喺清明節、盂蘭節擺酒嘅時候可能會有半價優惠呢？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已經好似好開明、好百無禁忌嘅話，就唔再需要有一啲嘅廣告嚟話俾我哋聽，唔好輸你本通勝啊，又或者係我哋咧就不如唔使特登揀一個好日子係啦，就算喺清明節、盂蘭節呢啲傳統上覺得唔吉利嘅日子擺都得嘅咁樣，會唔會係我哋嘅禁忌由西西嗰個年代變到而家嘅時候，用咗唔同嘅方法呈現，係依然存在呢？最後咧，俾少少嘅反思問題，大家可以帶翻屋企啦。大家睇完像我這一個女子嘅時候，不妨可以諗下，如果你係下，你會點樣睇你個人嘅工作係一個死人化妝師呢？你會驚定係唔驚呢？你會翻屋企諗下先，定係即刻走咗去呢？又或者你覺得當下，其實我哋呢個社會對於死亡嘅睇法，同西西寫呢個小說嗰個80年代嗰個氣氛有冇唔同呢？你係覺得開明咗啊？定係其實都係骨子裏面仲有啲禁忌呢？或者你自己有冇啲咩罩忌嘅咧？我知道好多人都會驚唔同嘅嘢啊，或者覺得唔同嘅嘢唔吉利。你自己又有冇一啲好似小說裏面嗰啲男子咁樣好驚嘅嘢？或者你識唔識一啲好似我哋頭先睇嘅影片裏面嘅死人化妝師咁樣，身份或者職業係受忌諱嘅人？或者有聽過佢哋啲難處咧？我覺得呢啲嘅問題咧，可以幫助我哋咧，由呢個小說開始，回到我哋自己日常生活裏面，睇下呢個小說能夠為當下嘅我哋帶嚟一啲點樣嘅啟發。咁我今日準備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咁俾大家嚟啊！好，咁大家咧啱啱聽咗阿黃怡小姐同你哋分享嘅一個